但市伫这届培育学校优秀基层运动选手的同时，配合体育署的政策，今年伫各级学校设有88站的训练站，对此中央嘛核定补助款，总经费2793万元，打算提供优秀的选手伫比赛交通、营养等资源，干体育局9号先送议会审查垫付款。不过，因为对去年93站到今年只剩88站，究竟设立的标准如何，敢会有政治化？议员纷纷要求市府讲个清楚。卖小政治化，就是讲像投资，跟我大清地我要爱棒球，啊棒球你要看这几档，单项委员会拢有排挤，拢无经费，拢有棒球吸了了。敢若一个棒球队，你讲成偌好，佮一档加遐侪钱呢？啊，为单项要退2万3万无钱啦。迄拢你咧讲的啦，这个来检讨，我来检讨了，咱就讲啦，市长讲要做就做，莫甲我讲伊是成绩啦，小我资源的分配，小我分配过啦。以你88站来说的话，你觉得说这样2793万每一年这样下来的话，它是足够的吗？不过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补助啊，比如说体育班里边的，还有运动团队的代表队的里边都有其他，这是基训站的部分。那你现在这一些基层训练站啊，它大部分都是设在什么地方？就我们台南市辖区里边都有。不一定是在学校，还是有没有在学校？都在学校里面。对。啊，辖区里面的学校都有包含这一些训练站就对了。对。好，88站。好。针对单市有3支培训系统，会当让基层选手对国小、国中到高中级就近接力训练。市府体育局表示，会善用这笔经费，针对亚运、奥运等重点培训的体育单项，依照人数、成绩来补助栽培人才。台南新闻古文集林英庚采访报道。